大家好啊！又嚟到我西貢阿希呢個頻道。今日介紹一間清水灣嘅下複式單位，面積大概1400尺左右，3房設計。價錢980萬，980。唔好意思，更正，4房先啦，4房設計，4房。樓下一間房，樓上1F 就3間房。木樓梯都係古色古香啦。2個洗手間，樓上2間房就打通咗。價錢980萬。車位另外租返附近。有興趣嘅就聯絡我啦，多謝你收看呢個頻道。